天窗都是霜，那么厚的霜。我给你们看看我的靴子有几个，你看看这一个靴子，你看里面都是真毛，很厚的。然后看看这个靴子，这个靴子是2层的，这个里面都是纯手工的，这样，里面还套着一个这样，这不冷了。还有一个这个是有点薄了，穿吧，穿这个吧，穿这个。点炉子，草原上的天有多蓝。美丽的草原，这个冰柜是我自己做的，天然冰柜。这个也是我的天然冰柜，我给你们看看里面我的肉，呵呵。走，点炉子。